第二章，我嘅王國唔係呢個世界嘅。比拉多於是再次行入宮殿，叫耶穌埋嚟，對佢講：你係猶太人嘅王嗎？耶穌回答佢話：我嘅王國唔係呢個世界嘅。如果我嘅王國係屬於呢個世界，我嘅人一早就會爭戰嚟阻止我落入猶太人嘅手中。但係我嘅王國根本唔喺呢度。比拉多於是對佢講：咁你即係王啦？耶穌反駁佢話：你話啦，我係王。我出世同埋嚟到呢個世界，唯一嘅目的就係要為真理作見證。凡係屬於真理嘅人都會聽我嘅聲音。聖約翰第18章第33、36、37節。未來嘅生命。耶穌用呢啲說話清楚指出咗未來嘅生命，佢喺任何情況下都將未來嘅生命呈現為人類最終嘅歸宿，亦應該係人類喺地球上最關心嘅核心。佢所有嘅格言都同呢個偉大嘅原則息息相關。的確，如果冇未來嘅生命，佢絕大部分嘅道德教誨都會失去晒存在嘅理由。正因如此，嗰啲唔相信未來生命嘅人，心裏面以為耶穌只係講緊今生嘅生活，結果一係理解唔到呢啲教誨，一係就會覺得佢哋好幼稚。所以呢個教義可以被視為基督面授教誨嘅核心樞紐。呢個亦都係點解佢會作為首批章節被放喺呢部著作嘅開頭，因為佢必須成為所有人嘅終極目標。只有呢個教義先能夠合理解釋地上生活嘅種種無常，並且同上帝嘅公義完全契合。